今日姊妹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2月28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9篇，申命记第9章第6节到14节，使徒行传第10章第1节到第8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个分享的主题是什么人在拜偶像。十条街诫命第2条禁止以色列人去雕刻偶像、拜偶像。但是以色列人却偏偏去学习迦南人、埃及人去敬拜偶像来得罪上帝，因离开上帝。咱讲到这个议题，咱必须要去思考什么是偶像。那安尼话，咱才会通真清楚来对拜偶像的境况的下面来脱离。偶像的定义应该是讲任何一个人、事物，伫你我的中心的地位高过上帝，迄个就是偶像啊。咱来看《申命记》第9章第6节到14节的记载，恁着知上主恁的上帝用水的地赏赐恁做产业，毋是因为恁的功课，其实恁是心硬固执的民族。恁着记号条，毋通袂记得。恁伫旷野惹上主恁的上帝生气。对恁出埃及迄日来到这个所在，恁常常背逆上主。恁伫何烈山搁惹上帝生气，直到上主发生气，要甲恁消灭。迄时我已经上山要领受上主甲恁立约的石棒。我伫山里40日无食无啉。上主将伊亲手写的2块棒石棒来交互我。迄顶面写的是上主伫恁举行大会的日，伫山顶的火焰中对恁所讲一切的话。40日了后，上主用迄2块有写明约的石棒交代我。上主对我讲：起来，赶紧对遮落去。你对以色列带出来的人民已经对了，因真紧偏离我命令因的道路，为家己筑一身偶像。上主阁对我讲：我看这个民族真正是心硬固执的民族。你出在我要甲因消灭，对天会撤销因的命。我要互你成做比因较强人较济的国家。这讲到除了实际的拜偶像、制造偶像以外，还有一个就是固执。为什么固执是偶像？因为伤过固执的人根本无愿意听叹上帝使者的劝勉。也听袂到上帝的声音，就一定会得罪上帝。新约初代教会的发展内底，咱看见犹太人非常反对外邦人，因反对到非常的固执，完全毋听上帝的有言甲旨意。保罗原本嘛是同款固执。佮掠做家己是义，逼迫军队耶稣基督的人，因为伊认为只有犹太教才是正统。但是当伊晓圣神的光照了后，伊就改变，不但痛改前非，佮较市正做外邦福音的使徒。耶稣基督学生彼得呢？伫今仔日的经文《使徒行传》第10章第1节到第8节，记载着彼得受呼召的这个情形。伫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做哥尼流，是罗马军队叫做意大利营的军官。
伊是虔诚的人，甲全家拢敬畏上帝。伊慷慨真济善请的犹太人，佮不时对上帝祈祷。有一日，差不多下晡3点，伊伫异象中明明看见上帝的天使入来，甲伊叫哥尼流。伊甲天使伫地上非常惊吓，讲主啊，什么代志？天使讲：你的祈祷甲真济已经拢得到上帝的欢喜接纳，打着找人去约帕，请彼得。迄个称作彼得的西门来，伊做人客住伫并培师傅西门的厝，伊的厝内伫海边。对伊讲话的天使离开了后，哥尼流叫2个仆人甲一个平上帝侍候伊用敬畏上帝的兵来，将这个代志甲因讲。就找因去约帕。上帝呼召彼得去罗马军队哥尼流的家，上帝详细哥尼流宣告爱伊去彼得的家，邀请彼得来的事。一个礼拜一，咱会去讲到彼得的遗忘甲伊的抵抗。这中间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彼得回应上帝的意向讲：“这是无清气的啊！”但是上帝甲彼得讲：“上帝互伊洁净的，你袂通看做误会。”彼得就无搁再坚持领受了，并且正做外邦福音做先锋以及保证。那彼得搁再坚持家己的意见，就是倒转去原来的状况。耶稣基督对伊所讲的撒旦退我后面去。诗篇99篇，上主做王，万民摇摇掣。伊坐伫天使基路伯的宝座顶，大地摇动。上主伫锡安最大，伊受万民尊重。原因称赞伊伟大通行位的名，伊是至圣有大权能的王啊！你以爱正直，你建立公平，伫以色列施行正直的公义，要尊重上主咱的上帝。伊伫脚点的头前跪拜，伊是至圣。伫伊的祭司中有摩西甲亚伦。伫求叫伊的名的人中间有撒母耳，因求叫上帝，伊有应答。伊伫分条中对因讲话，因遵守伊颁布的诫命甲规例。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你有应答阮。虽然你有照因所做的来报应因，要求你是赦免因的上帝。要尊重上主，咱的上帝，伫伊的圣山跪拜。上主，咱的上帝至圣。求主帮助阮有一粒清洁的心来领受上帝的呼召。讲求上帝帮助阮脱离骄傲、固执、无有疼的性命，成做一个圣洁的仆人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